志唔是你想的这简单。哎呦今仔日来到最后一组啊，嘿啦，最后一组是这个叶和老师这队。这队嘿对，前2礼拜吼，咱这爱党的甲老 K 老 K 嘿拢淘汰2个。那嘿，无唔对。啊，今仔日恁才要送走几个？嘿，来，你家己讲。咱老两个就好啦。老你对你这队遮无信心，无啦无，因拢足强的啦。拢足强的。因是看起来有9个人，毋过就有8组尔啦，2个人是斗阵的，嘿，真后悔是一组，安尼。对，想要留来，爱问看卖阮评审要互你留来。来，咱嘞，耶，顺哥，加油嘞！好评，欢我是迎。和平。目前来讲吼，老师拢甲阮 complain 讲诶，阮淘汰伤少人。哦，老师都咁安尼讲哦。是安尼吗？你认为讲阮无够严格啦吼，所以讲会较严格。好，啊，毋过阮阁有一个人无来。第3位这个厉害啊，伊吼外表看起来吼是一个真歹查某，但是私底下其实还佫较歹。哈，太欢迎咱的单佩基。哦，水干呢？哎呦，这管大先管啦，水安尼袂使啦，先管嘿。我甲你讲，你就莫甲别人讲。你若是要甲别人讲，我就无爱甲你讲。你若真正要甲别人讲，那你就莫甲别人讲，是我甲你讲，叫你莫甲别人讲。我甲你讲，有人叫你来甲我讲，你为什么无来甲我讲？还讲有人搁走来甲我讲，我甲你讲，后摆有人甲你讲，你赶紧来甲我讲，唔通还讲有人搁走来甲我讲。有够精彩啊！2个敢讲煞？讲啥你到底是要讲啥？系啊，我跟你讲好奇的，到底讲啥哈？讲一顿顿透那这是落雨时阵水哪流？欢迎，欢迎今仔日要做阮的评审。啊，你有会当甲阮讲你的标准无？我的标准哦，咱今仔日头一个就是爱好笑啊，第二就是爱台语会练转啊。啊，就简单的系啊啊。所以你今仔日要来做好人，还是要做歹人？哦，听看觅。笑看大家，的歹人。看大家表现啊。哦。虽然笑笑，但是看起来足歹。那有不要紧，阮有淡薄仔歹不要紧，因为阮特要用严格的方式来甲咱做评审安尼。好，啊，就尽量啦，交互你尽量。好，交互你啊哦。谢谢。脱脱小台语，今仔日要进行第一阶段的比赛咯。第一阶段主题，代志无你想的遐简单呢。规则是每一个选手啊表演2分钟，时间超过就会去用淘汰哦。啊，若是表演结束，评审拢总是3个车仔顶，迄嘛会去用淘汰啦。到底今仔日的比赛，什么人会使顺利过关，什么人会伤心离开呢？咱紧来甲看落去。我就是一个较汉古型的训练方式，像即摆我就带因去食早顿啊，还是去公园内底看边仔的人，然后甲因打标签啊，做记号啊，将即寡标签甲斗的演一段短戏，啊，我就会当为咧短戏内底看到真侪莫名其妙、妖魔鬼怪的表演方式安尼。咱人生真正像一盘棋，有当时啊顺，有当时啊歹。起落落。所以我甲你讲啦，我正咧歹的时阵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就转者。咱即间恁去遮足晚，啊无来啦，买公司食者，买公司食。你莫袂饲物件啦，你才来食歹巴肚。来啦，小气。阿公你喙角，阿公喙角我食糖啊！我应该是较烦恼心安啦，因为伊是马来西亚来的嘛，啊马来西亚人伊的笑点甲阮台湾人真正是无共，所以讲是甲伊的本真正是甲真正真痛苦啦，是较烦恼伊啦，但是伊嘛足拍拼，伊讲实在的，较期待的亲像咧真后悔，伊的剧本写得袂歹，啊2个人的配合嘛真好，另外像讲咧一姐。伊嘛是剧本写了袂歹，但是讲伊的表演可能就无讲介好啦爱搁练啦。另外像讲迄李长伯啊，伊个曲子就好，开口就好诶，但是讲伊个剧本就写较轻松安尼，这拢是阮要慢慢啊教。
欢迎咱第一位东壁，欢迎。世事如棋，乾坤莫测，超级的万请，迄有版权，会使跳戏。好无换一个，超尽天下，的万请，迄嘛有版权，哦是吗？而且迄边较无人知影，即马是无啥物人咧看布袋戏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那即摆人拢咧看啥物戏咧？哦，即摆人拢咧看台语脱口秀啦，哦，拍破啊，一个拍破，袂歹袂歹。那安尼，你敢知影我今日来此地有何贵事吗？哦，请到机上啊，伫一个节目内底，敢若有一身红啊都有够咯。哦，有咧唱啥？我是专工要来掠土的。哦，你要啉酒醉？唔是，迄个模样样、碰晒晒怪物，我甲你收起来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位师傅，你还未甲人大家介绍你叫啥物法号啦？哦，我叫做梁山上师，是讲吼，咱两个人做伙吼，其实是有一个因缘对无？无唔对，咱有一个小细100年的因缘。哦，听了就歹势，两个和尚是有啥物因缘啦？你莫想着去，唔是三票英大迄种因缘。是种下善因，结下善缘，结出善果的善化咧。人牛肉汤哦，你一个出家人人牛肉汤，代志毋是你凡夫俗子所想的安尼。人释迦牟尼，伊在世的时阵吐蕃化缘，嘛是会使食肉。正所谓有心无心，心在所识。多情不情，情系牛吧。我看你爱食肉就爱食肉，莫伫遐死转啦。伊的东壁这两字，是日语的啥物的汉字？东壁，唔知影什么意思？卡拉斯米。乌鱼子正是。东壁这两字是乌鱼子，是安那你要叫乌鱼子？因为乌鱼子嘛最好食。乌鱼子嘛是好食啦。哦，伊是出家人哦，真正出家人，但是爱食乌鱼子。伊去日本做出家人做和尚，是因为伫日本遐会当食肉。人摕啥物我食啥物啦。哦。袂使家己抬。哦，袂晓家己抬，拢叫别人抬。嘛袂使。哦，嘛袂使。人抬好伊会使食。哦。你莫甲我讲，你莫甲我讲，你有抬，你那莫甲你讲伊有抬，你若甲我讲，你莫甲我讲。哦，你伫遐食的鱼啊，伊拢家己死的。对，家己死的。哦，无人家己是家己死的啦，咱莫研究这啊。迄鱼拢自杀。我自杀啦，我咧跳海。咱来看嘛，伊今仔日到底有过关无？哦！哎呦，有过关，但也唔过，竟然有一个。哎呀，伊无爱互你过啊！哎呀，今仔日真查某，真正是妖怪收起来。拜托诶，阮这个女性哦，喊你来吼，莫甲阮攻击好不好？伊是搬伊较歹来，伊本人真自卑。是安那，你互伊一个车啊？车啊是啥物？无啦，咱咧看迄种 talk show 的时阵，像诶好评啊，定看伊的表演嘛。因迄种笑点哦，是一个搁过一个，你袂用敢若哦讲过规大趴，啊结果好笑敢若一点尔。安尼就无过关啊，歹势啦。无要紧，因为咧，头仔呢，咱的回旋哥哥出来就先攻击啊。伊讲哦，规场敢若一身红啊都有够啊。所以呢，伊伫咧这战术方面吼，一开始有咧布局啊。将来呢，这两阵有机会咧，第一共一台阵哦，这两阵会结起来。你著看到回旋安那掠土啊。就跟那宝可梦安尼对管。是，所以哦，拍拄啊好评哦，我想伊要甲你讲，你讲，你若莫讲遐尼济道具的，你要讲较生活的，生活当中发生的代志。安尼咱较体会会到，迄个分数才会悬。安尼有了解啊，过关。多谢。我是感觉吼，为着公平吼，咱选手啊有限制2分钟，像冰信嘛是要限制2分钟。冰信3个人限制2分钟，3个人。无人甲我胃口啊啦，讲伤长啊啦，恭喜你过关！恭喜啊！后一位就是咱的大乌，欢迎，有请。大
大家好，是大我是一个婚姻人。顶一回啊，我讲到我婚姻人，有人就走来搞问讲啊，大恁婚姻迄种庄脚所在，恁的厝边隔壁是毋是拢暗时足早休困的？阮兜隔壁就是王阿婆，阮的厝边拢无醒起来过。讲到住伫王阿婆边啊，我就想到咱雅信先师民主因阿母为着伊好搬三摆厝的故事。代志无你想遐简单，咱民主因阿母是咱班地产的祖师娘啦。安怎讲？因为因一开始是毋是住伫菜市仔边啊，民主就开始学人咧花痴，来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，厝边招隔壁，阿爸招客兄，一斤一百，一斤一百。因就想着讲安尼袂使，遮伤吵，因去搬去安静的所在，因搬去王阿婆，伫咧王阿婆边仔会当学着啥？买厝。来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，厝边招隔壁，阿爸招客兄，一斤一百，一斤一百。阿爸招客兄要创啥？做伙大，因为卖灵骨塔，卖到尾啊，趁着钱啊，因走去买伫咧学校边仔厝，大家你想看觅，咱去住喺学校边仔，会当学着啥物？今日咱数学课，各位同学，往来一斤一百。来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，厝边招隔壁，阿爸招客兄，安尼几人要往来？拢共款嘛。所以因阿母是为着要办地产，所以我嘛做认真甲阮妈问讲，妈，咱哪要搁搬一摆搬去学校边啊？阮妈就讲做认真甲我讲的，大好，阿母甲你讲，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咱住喺遮足安静、足好的，而且学校边仔伤贵，咱灵骨卡无卖遐济。第二，阿母知影，大好你毋管安怎改变，你嘛是袂晓读册。多谢大哥今日讲到遮。哦，是。这足恐怖的哦。你拄正会烦恼受道理。我这人看人足准，准吼，足恐怖的哦。大乌伊今仔日大乌，咧讨论，要落雨，会使过关无？来。我是讲我发烧，什么？你发烧？爱拍火啦？爱拍火啦？我是发烧，毋是发热啊！啊，伊迄间诊所的门是安怎开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若安尼开，有可能会弄到医生啦。啊，我若安尼开咧，啊嘛有可能会弄到医生啊。你安尼开啦，我甲你教，教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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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照问倒一间诊所的门是安尼开的，这是安怎？这就是人要关门，你可能要入的奥客啊。这足恐怖的哦。你拄正会烦恼受道理。我这人看人足准，准足恐怖的哦。大乌伊今仔日大乌，咧讨论，要落雨，会使过关无？来。哦，竟然甲过啊！哦，毋是讲好阮要较严格的吗？对，是为虾米咧？基本上伊的台语大家拢听有，啊，第二就是讲伊的笑点嘛，虽然毋是讲互你安尼笑甲足大声迄种，啊，毋过定定你会感觉小可会感觉微微啊笑，会感觉趣味啊，所以你会有迄个心情咧甲听落。哦，趣味。我感觉伊最后迄个笑点吼，先讲哦，若逼签诗哦，到尾拢个逼个足精彩嘛，啊，你无逼个足准的，恁老母诶哦，吼，先讲哦，这个非常痛苦，非常沉重安尼讲，大好。咱无论搬去倒位哦，反正你拢袂晓读书，你听哦，无论搬去倒位啦，清楚的，对，爱足清楚的。顶遍我真介意大学的这表演啦吼，因为毋过这边我感觉讲你淡薄紧张，然后有一寡笑点拢无好啊表达出来。譬如讲吼，有一拍你讲啥物？你住伫咧王阿婆边啊，然后大家问讲啊，是毋是厝边隔壁拢较早休困？你讲哦，阮边啊拢是王阿婆，拢无醒来过。你敢是安尼讲对无？醒来过？拢无醒起来过。对，你的声拢是为下骹安尼行，醒起来过。阮兜隔壁就是王阿婆，阮的厝边拢无醒起来过。所以讲拄则，其实我听无清楚你到底是讲啥物。你若是要用笑点的时阵，你应该用较为
较观音的，较观音的，较观音。譬如讲，为楼骹行，为楼顶行吼。所以讲你笑点，你有写你有设计，要毋过你无表达出来，大家就是无效。这是我的意见啦。但是你嘛过关啊。系啦系啦。你有感觉扣到无？甲伊表演，你有感觉扣到？系啊。有啊，有哦。你当拄啊想讲你要倒去厝里呐吼？我已经准备要买高铁票。哎呦，唔通安尼哦，过关啊啦，吼，继续来啦。你喊因笑到一半。系啊，恭喜！恭喜啊！哎，刷来，这个团体要来啊！金鳌会欢迎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是。最好笑。我是雷公嘞。做事上顶真，拿着拿刀剑阿金。我是隔壁上高会气到要倒火阿辉，我是金鳌辉，大家好。我顶礼拜吼烧到38度啊！啥物？38度无够啦！无是要几度你才满意啦？58度袂歹啊！高粱哦。嘿啊，58度高粱上好啉的，来，要啉一喙无？谁咧甲你讲高粱？我是讲我发烧。啥物？你发烧？爱拍火啦！爱拍火啦！我是发烧，毋是发炉啊！而且你摕啥物咧拍火啦？高粱啊！安尼我敢会愈烧愈旺哦。不要紧啦，趁即摆旺啊，你以后无机会通旺啊。我真无爱即个旺咧。哦，非常吼，我就想讲吼，我要来去看医生啊。啊，迄间诊所我是头一摆去啦。你头一摆去哦？啊，伊迄间诊所的门是安怎开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爱看伊的门是安尼开，还是安尼开啊？这两项有啥物差别吗？你若安尼开，有可能会弄到医生啦。啊，我若安尼开咧？啊，嘛有可能会弄到医生啊。我安怎开拢弄到人，我是要入去啦。你安尼开啦，我甲你教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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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无照问倒一间诊所的门是安尼开的，这是安怎？这就是人要关门，你搁要入去的奥客啦。我则袂去做啥物奥客，我就是做普通的安尼开门。袂使，你嘛袂当安尼开。啥怎啦？你还会弄到壁顶的。啥会弄到物件啦？毋是物件啦，医生啦。医生才是壁顶啦。伊最近爱看啥物蜘蛛人摸壁顶啦。电影看伤济，无，我啥物拢无忘着。我就是做普通的行入去了吼，我医生就问甲我讲吼。歹势咧，互你等遐久着。啊，今仔日我才紧，也毋是咧，是伊是讲哦，啊，你今仔日感觉？啊，巴肚淡薄枵呢。无人咧问你啦，飞猪就问我着倒位无爽快了吼，伊就去检查。啊，问到互你弄歹去？检查哪有敢有化验啦？你搁拍电话讲，我就拍电话手来讲。啊，即摆换我爱去看医生安尼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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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医生，拄则迄个奥客就是你哦。多谢大家。哦。原来你是迄个奥客，这个卡本上偌久？一礼拜，一礼拜。啊，恁老师有看过无？有看过，有，拢满意，拢无甲改。真完整，真完整。真完整哦。无需要改啊。无需要改。无需要改足够。安尼，阮就要问足关键的问题啊。安尼会过无？需要改，这是确定的哦！恭喜过关啊！是安那，大家拢同意，无需要改。我是心肝内有淡薄，我伫咧想讲，到底是爱过还是无爱过？因为吼做漫才这款表演，吐槽迄边就是阿辉嘛吼，阿辉你应该代表观众来吐槽。要么我感觉讲你的吐槽，敢若拢是你家己一个人。感觉这唔对，这怪怪，所以讲迄金属拢卡伫内底尔，无放出来。所以讲我希望看到的是讲，你会当代表观众去吐槽，安尼大家就会甲你做伙来笑。我感觉安尼漫才才是真正好的表演。要毋过我感觉已经做了袂歹，所以讲我鼓励过。多谢，多谢。好，准哥，我是讲恁两个人的表演吼，迄个 tempo 会使搁较准的。啊，迄个比如讲你要开迄个铁门，迄个形啊真清楚。关门开门，啊，但头头足可笑的，啊，正手开去，啊，弄到医生，啊，倒手咧，一定弄到护士啊，这就个门，伊内底有足侪角色，头互你弄嘛，对不对？阿辉呀，你吼，你足惊看到阮，你足惊看到人客，其实安尼对一个表演者吼，会扣足侪分数。头头我本来要饲红色的。啊！结果看因两个拢饲咧青啊，结果安尼，惊到歹当偷看啦。对，老师会骂啦，考试袂当安尼啦。怎么考试袂当安尼？不是考试，我要哪毕业？容易呢哦。阮就咧等看倒一个人想要登去厝里。顶礼拜小米老师我有感觉因真正
弄菩萨。就福气啊！一礼拜还阁愈福气。好啦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来啦。嘿啊，豆豆来，恭喜你！恭喜啊！恭喜！真后悔。来，欢迎咱后一位选手阿雄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李长伯，我过来咯。李长的工课百款，真侪代志毋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都亲像替人修理电话啦、通马桶啦、陪人拍麻将啊，亲像这款的代志，我拢无做过。我做过的是啥物咧？我做过的是半暝啊，陪消防队去弄门，看唔到警。较早陪人去认尸体。认唔到人啦！祝一个阿嬷吼生日快乐，祝你食102岁。阿嬷讲我今年118岁。特别高。哎呦，搁有一届吼，一个阿姨来找我，讲吼因兜的草生甲这尔啊长啦，搁有够咧哈放屎啦，有够臭，搁有够长。我讲吼，阿姨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吼甲你清甲清清气气啦。你长啊，唔免啦，你吼甲我迄个草扑掉就好，屎吼甲我留咧。唔对啊！扑草兼扑屎，拄好啊！无啦，李长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警告，你若甲我的屎拄掉吼，我甲你讲，后盖吼，我绝对吼，袂转互你，我根本转互屎，嘛袂转互你。哎呦，老师阿姨，你莫安尼啊！好啦，你遮爱屎，屎拢互你啦，拢互你。过一阵仔了后，我来到这个空地，奇怪，哪会生寒字？吼，这个时阵阿姨拄好行出来，我甲伊四面相对，拄好对上。这个时阵，风云起变化，刹那之间，突然之间，雄雄亲像苏叶文对着庄稼人。哎呀，原来伊是要除草扑屎，要种番薯啦！哎呀，莫怪哦，我是看了真生气啊！我甲阿姨讲啊，阿姨呀，你安尼袂使啦，啥咧袂使？袂使无前途啦，我卖菜啦，我这个做城市绿化，你是捌啥？哎呦，阿姨啊，这是公有地啦，袂使安尼种啦。我甲你警告，你搁讲，恁做马回，袂转互你啊啦。好，我是愈想愈生气，行转去厝了后，阮老母做一碗串冰，我咧食，哪食我是哪斗啊！迄个时阵食到一半，阮老母竟然跳出来，哈，什么？迄拉国竟然这么过分，这个番薯竟然是用高赛种的，哇，实在是后悔，我甲伊买菜啦。阿母啊，我是讲这个冰吼。是啥物冰啊？奇怪咧，这冰就番薯冰啊，番薯冰夭寿啊！大家好，谢谢，我是后摆唔敢搁食串冰的李长伯。李长伯啊！番薯冰嘛会当讲一个故事，真古锥。啊，天啊，剩15秒呢，淡薄冰啊，冰呢。好像无啦，我就是想讲，啥物可能会过关，那安尼。就搁无人做台啊！但是今仔日讲了不哩遐顺哦，我感觉有机会会使过哦。嘿，到底会过关未？来！哎呦！差一点啊尔，安尼就奇怪哦，安尼就明显孙哥有看和平的答案。差一个呢，头前两个拢拍车啊呢。大家一直在期待讲，笑点伫倒，等到最后3分钟到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这是你所想要讲的笑话。伫咧演出会比赛内底，这是较无好啦吼。要毋过真明显有人介意，哈，袂要紧哈。有人介意。你是算你巧，你今日无好好讲一句，后壁无8点钟通好演，我跟你讲。惨嘛你。我可能是感觉啦。因为咱这台吼，就是一个教育性，吼，有一个启发性，吼。你去形容遐物件吼，有时啊吼，迄个清气度，反正咱等咧食饭的要准备要食饭吼。阿嬷，我今晚爬袂落啊，要安怎？吼。那你听起来拄啊，要讲迄种的笑点，直接去和平园迄个剧场去讲就会用的。伊个电视顶就较莫讲这啦。毋过我讲转来，就是讲，我讲阿雄啊，你笑点伫咧头前，我都get 到，我都 get 到。你都有笑啊，我都有笑。你先有甲捧场啦，有啦，头前就袂歹笑，因为有对比嘛。我讲头前就趣味啦，后壁感觉有较可惜，到最后迄一点点啊迄个部分哦，可能是因为紧张时间要到啊，所以规个拢乱去，是有较扣分啊。毋过我感觉基本上这是会过啊。你好，李长伯啊，多谢哈。恭喜哦，过关哦，请坐哦。
因这队敢会到尾啊，拢无人淘汰。哎，无可能呢，那呢？恁即摆是咧提醒什么啊？无啦，我就是讲吼，想要看一寡观众爱看的啦。嘿啦，看我想要看到有人流血。哎呀，做妈妈的哪里？敢会是后一个这位阿金啊咧，来看会流血未？来，阿金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耶！我是真的假，真的来，阿金啊！其实呢，大家拢讲好酒沉甕底，我头一期我都把我的绝招拢摕出来。我想讲惨啊惨啊，这期我要安怎害了了，鱼咧了。啊，我想到阿嬷，歹势，我甲你请出来一下吼。我的工课是一个起考的业务，阮头家就甲我讲，伊姐啊，阮这度若是生了寿烟豆啊，拢做袂久。哈，安尼我会当做到退休。伊讲啊，若是收烟豆的人，拢无啥老实。我想讲，敢真正安尼？大佬，我甲你问一下，你这世人敢有讲过白贼？无，你看生甲安尼嘛是讲白贼。无啦，讲生笑，讲生笑。头一期我都把我的绝招拢摕出来，我想讲惨啊惨啊，这期我要安怎害了了，鱼咧了。啊，我想到阿嬷，歹势，我甲你请出来一下吼。我自细汉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，看得出来吼，是有听过？无唔对，我头一期就是安尼讲的。我阿嬷的目睭其实伊敢若看一点点仔影尔，所以伫伊的眼中，我真正吼有影大颗。我都想讲吼，我以后一定爱做一个上有效的囡仔，我爱做伊的目睭，替伊看厝内吼，都有物件通好食啦。所以咧吼，大家假是讲我遮大颗，是我阿嬷甲我饲的。无，代志毋是你所想的遐尔啊简单，是阮爸啦。阮爸甲我讲吼，以后我若结婚，我的聘金。聘礼爱偌济，就看我有偌重。我若是愈重，聘礼就愈济。因为伊讲嫁出去的查某囝是安怎？卖出去的猪啦。啊，你毋是安尼讲？无你安怎讲？泼出去的水哦。啊，差不多啦。毋管安怎吼，我拢是阮兜的千金。其实吼，我会遮大颗的原因足单纯的，我是想讲吼，要伫大家人心中。较有分量的啊，像迄款迄个啥啊，芭比哦，芭比你敢会记？芭比是啥？你敢会记？敢会记着？你敢会记哩？哦，你敢会记了？吼，安尼一定是我分量无够啦。阿嬷，有听到无？你对天吼爱照顾我啦，厝啊食，厝啊啉，厝啊今年搁加8外斤啦。阿嬷拜托了，谢谢，多谢。哎呦！拄则你讲错了，安那？因老师刚刚拄啊困醒。老师，你不满意吗？哦，伊判我无改。你啥那无改咧？你家己讲来，我跪。是安那你无改？发生啥物代志？无我教的时阵较慢，而且我一直感觉我的本无啥好，曹老师讲我会改，结果我拢无改。哦，是我的问题，拢是我的问题。老师做认真的，老师拢有讲啊，你的本咧，我讲要出来。伊有甲你教无？有。无，我咧想讲。凭良心。无伫文本顶悬，无一定伫咧表现顶悬，老师就讲靠气势。我无。到底是有我无？对。那会安尼啦，那会拢无人要承认啦。我甲你讲，拄则阿真啊表演了吼，咱顺过讲2字。啥物？我拢无听到，讲啥？危险。你还想好啊？我体型大只，想不出来，到底是真正有危险无？来。老伙啊，观众朋友啊，哪会安尼？其实你的气势一定有够的，你的台语嘛非常的古锥，但是你有发觉无？啊，你有发觉无？
你我都不是牛。第一摆自我介绍迄摆，已经用这个身材来做这个主题。消遣家己，要别人快乐，是一个袂歹的方式。但是你袂当一直读一直读，但是你要读无要紧，你要读较足水的，佮比顶会较水。若是你较谦虚吼，因为气势卖遮尔啊悬，无的确会较好。要毋过伫这表演当中，可能剧本伤慢摕出来，所以讲无法度去改啦吼。哎呀，你为虾米无要摕你的剧本互老师看？拄好最近表演较济，所以真正无时间写。呀，伫歹所在趁钱啦，不要紧啦，阮这个节目嘛无遐重要。哎呀，我是啥物物件哈？阮都无重要，不要紧，来顶先去，你迄边。对啦，讲一个啦。歹势。要紧啊，到因为咱这个以后无法度比赛，无要紧啊，你会去外口趁钱了，好啊。春生钱。佩奇啊，你要用迄配点动的，甲加一个迄款开口啊。啊，都毋免比啊，趁钱较重要。哦哟，上重要就是你的本，那滚水的无味、无咸、无咸、无意无数，所以无好听。我嘛听无你讲啥，啊，甚至你笑点伫倒位，我毋知影。哇，你甲看 Jessica 入来我的 office， 我真正毋知。真卖吃入来，就是安尼讲。你敢若是逐句话我拢听有，啊，毋过你规歌安尼连起来串起来时，我听无你要讲什么故事啦。哇，老师认真啊！认真，这是最重要，要记得，爱 remember，you know。爱记咧，做好一件代志。是。今摆甲你讲再见啦。再见，好好趁钱哦。感谢你来比。就差表一个赚不着钱啦。哎呀！啊好啊，即摆有人哭啊，你欢喜啊？规拢欢喜。我无欢喜，阮制作人真欢喜。后一位咱的团员，伊淡仔就足紧张。因为我本真正教的伤慢，然后老师予我建议的时阵，有想要改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无想到讲爱安怎改较好。啊，老师迄个时阵嘛是有讲，会当用大家予你的标签去发想嘛。既然安尼，我都用大口这个来去发想，所以我都想讲袂要紧，应该是会使用这个方式去拼看卖，嘿，煞毋知拼者无过，嗯。后一位咱的团员，伊淡仔坐甲足紧张。你甲看卖伊表情吐大开，欢迎咱的柯信安。加油加油！人台湾上界热情的乡亲，大家好。我相信即马大家已经拢知影，阮兜住伫个马来西亚的金马岛，但是恁可能无了解，伊个这岛生活无亲像大家想的遐尼啊简单。我读国中的时阵，每一天拢爱坐船，才有法度到学校。逐摆出海之前，我拢会念749遍的大悲咒，希望观世音菩萨会当我保庇，莫有钱加着。因为阮遐金马吼，真正足济，逐摆出门就敢若去海山大共款。数学的老师吼，你教册拢安尼啦。3只红鲟甲2尾透抽，放入一个鱼龟仔内底，总共有几支骹？食伤多会落屎哦。有一摆吼，要考试之前哦，海龙王因第3个后生啊，甲3太子伫海边决斗2礼拜，2礼拜哦，吼，变就气甲好，人掠厝拆，船啊、金啊死甲无半只。这种代志伫台湾叫做风台天啦。啊，要考大学的时阵吼，我就最想要来台湾的，要毋过钱无够，我就甲阮母啊讲，妈。你去甲爸摕30万台票，伊若毋互你哦，你随甲伊离婚。什么？你为了30万，你叫我甲恁老爸离婚？你这个不孝子，今仔日吼，我一定吼，要甲伊讨50万啦。无啦，啊母啦，唔免遐济啦，戆囡仔加出来算我的啦。原来阮母哦，比我搁较凶啊。尾啊，我考到台湾的大学啊，我摕30万，一路遥远吼，拼来到台湾。一到台湾，看到这环境吼，无介熟悉，我就开始想厝，想到我的爸爸妈妈。为了解决我想厝的这个心情，我走去海山大食金啊，食头一喙尔，目屎哪流哪滴，愈食愈伤心。台湾的金啊，
哪会遐贵啦？多谢大家，我是食袂起台湾金麦柯信安。柯信安。好。这现场的气氛淡薄仔叮当。我家己真介意呢。系啊，比顶届自我介绍的时阵讲较顺足济的。哦，你有看到伊的进步？有足济进步的。而且你嘛一直咧笑。系啊，最好笑啊，无好笑吗？我笑唔对所在。你的笑点敢若较无？是我足奇怪呢。我唔知呢。哈，看秉性就知影。对啊，看你的笑点跟秉性有共款无？来，敢会过关？有啦，有好笑啦！我2个1箍到呢。系啊，恭喜恭喜！你有紧张一个无？足紧张的啦，这几天拢困无介好，困10几点钟尔。无啦，我一困醒就你袂代事啊。袂代事吼。较早拢毋捌做这款代志。我甲你讲，有当时背了成顺哦嘛，无一定好。对啊，一直讲了，啊，大家都会当个出神啦。因为吼，阮遐的生活甲台湾的生活一个文化吼，可能甲无共。恁讲的，我可能笑袂出来；我讲的，你有可能嘛笑袂出来。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一直笑，哎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我两个好朋友，多谢多谢。这个可能甲无熟悉不要紧，后续我甲互你搁较笑的。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啊，是为虾米你？我是感觉讲。我感觉你的问题，同时阵有阿翔仔的问题，就是一直讲，足顺的，你无咧甲观众交流。第二个问题就是阿丁的问题，你的气势伤悬，笑点伤下，所以讲，我感觉有迄个失望的感觉，一直心肝内啦。我感觉你讲笑点是迄个是咧甲我骂。无，我认为讲你会介意。我嘛甲你骂。我感觉真好笑呢。你会介意的笑点，可能是因为头毛的，甲你啥？头毛甲你感谢。我是真正感觉讲哦，后一遍要比赛的时阵，你的笑点应该设计较悬者，唔通讲我听2分钟听到安尼尔哦，安尼就会感觉我有淡薄失望，所以讲我无法度互你过，哦，歹势。我过来补充一个，这个好评的补充拢我咧补的。是咧，你头讲伊无互动，但我感觉头拄算金仔卡甲透抽卡的时阵，都已经咧交流啊。3只红鲟甲2尾透抽，放入一个鱼柜仔内底。总共有几支卡？真伤多会落屎哦。迄就是你今仔日唯一的优点。我感觉迄个所在，你要尽量来甲大家呢来做交流。啊，无你吼，都敢若亲像迄首念经，伊就一直念去啊。对。啊，我有一摆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回想。我较早我有一个学生哦，啊，因老爸过往去啊，啊，你回想想吼，念，啊，这迄看顶头写山东来用，这听无台语，啊，因为迄天伊嘛咧赶摊嘛，念，人遮济，唔知要念到当时，咱可能爱较紧的。结果阮咧山东的学生啊，爬起来，你想讲我听无台语啊？OK， 唔是恁想的这么简单。我感觉 OK 是咱大家生命中的贵人，看到贵的贵，伊阿伯行入来，伊就喺饲迄鸡台啊，然后伊就怎叫狗，伊就我过来讲，妹妹，你是在创啥？所以我就行过去，我就对迄个鸡台讲，你这电话是安怎做的？迄阿伯咧甲你讲的，拢袂甲应。结果阿伯看我就讲，哦，就歹拄着比我搁较小的。我较早我有一个学生哦，啊，因老爸过往去啊，啊，你回想想吼，念，啊，这迄看顶头写山东来用，这听无台语，啊，因为迄天伊嘛咧赶摊嘛，念，人遮济，唔知要念到当时，咱可能爱较紧的。结果阮咧山东的学生啊，爬起来，你想讲我听无台语啊？因为你有些念伤顺，你有人感觉讲哦。遐人拢听无，啊你无感觉，啊大家敢若坐遮甲你捧场尔，迄票是别人送的，我来看煞就好啊。所以你会记的哦，你搁来迄个，那迄笑点哦，无甲遐，可能也危险嘛哦。无要紧啦，你上无有一票啦。我投你啦，哈，恭喜！恭喜你过关！来，欢迎后一位选手易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名比较济、话搁较济、意济。
哈，今仔来介绍我的工课，我的工课是一个起考的业务，拢爱走起考证书的。吼，阮的上班的时阵啊，业务有分啊，有诶开会了离开公司，有诶认真去拜访客户，有诶穿甲咧啪哩啪哩，坐伫咧咖啡厅内底无灰。我毋是即款的，我直接转去厝困。啊，头一天上班的时阵啊，阮头家就甲我讲，伊姐啊，阮即度若是洗了寿烟豆啊，拢做袂久。哈，安尼我你会当做到退休？我想讲哇，哪会安尼？伊讲啊，若是收烟豆的人，拢无啥老实。我想讲，敢真正安尼？大佬，我甲你问一下，你这世人敢有讲过白贼？无，你看生甲安尼嘛是讲白贼嘛？我讲生笑，讲生笑。我头一届去拜访的时阵哦，阮先辈有够无品的，伊带我去拜访啊，伊甲我讲，伊姐我甲你倒啦。吼，你这款菜鸟啊吼，入去吼，绝对挡无3分钟，就去互人赶出来。我就讲好，要倒就来倒，我行入去。医生你好，这是阮兜新的卡达罗库，要来互你参考一下。吼，医生隔一面手有够歹看，伊甲我讲，你要我请你出去，还是赶你出去啊？看你用变。我想讲哇，我安尼出去啊，人查甫人的面子就写了了啊，就输去啊。我连面摕出我健保卡，甲伊讲，我要挂号。哦，迄天啊，先摆伫咧外口短半点钟，我伫咧内底洗喙齿啊。所以哦，想要欺负菜鸟，无你想的遐尔简单的。好，我是义记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多谢大家。你是义记，但是我改名，义记。我想讲，名讲唔对，真係上好笑啊。讲了会变记下，哪呢？我伤紧张。但是我伫后壁讲袂歹笑呢，健保卡这袂歹呢。哦，有过关无来？过关啊，恭喜！但是有一个老师讲袂使，嘿，一个车啊。等到你无互医生过哪安尼？拄啊，迄个成安对吧？伊的笑点啊，虽然讲有当，敢若小可咬着嘛，毋是介好笑，啊，毋过就是你知影伊咧讲啥。所以我拄啊会咧搞我骂。啊，毋过，义姐，我是感觉你的笑点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啊，毋过拢咬袂着。哦，我感觉你今仔日哦表演了真好时吼，你的故事差不多15秒至30秒都有一个拍。我等下有着迄个点，讲头前外人安怎去摸灰创啥货吼，我上认真，我紧转去困。迄个我拢有感动着，因为我做囡仔嘛是安尼。讲着你的故事啊。无论安那你过关啊，恭喜！哇，安尼就足恐怖，因为哦后一个选手是咱今仔日上尾一个。对，啊，伊若无倒台，等于讲伊一组敢若一位倒台。哎呦，哇，臭屁咧！伊等下行出去安尼。你看老师，没啦。啊，你即摆会当甲阮讲倒一个你选手你上欢乐无？哦，伊拄则看新安啦，对啦。最后一位就是咱单派别，欢迎。大家过后好无？袂歹。大家好，我是单派别，我今日要甲大家讲，OK， 毋是恁想的这么简单。我感觉 OK 是咱大家生命中的贵人，看到贵的贵。我的工课啊，定定拢会去拄着 OK。我是讲，我拄来台北伫便利超商上班的时阵，毋是伫游览车面顶的，游览车面顶的人客拢足好的，除了足爱应喙应舌、足爱开价、食足会试食佫不爱买的人，其他拢足好的。因为常常去拄着奥客嘛，所以我就看册指恁出2步会使对付奥客的方法。首先，你爱先甲奥客当作是你的朋友。第一步，伊心情无好，你爱先甲关心嘛。甲关心了后，伊会开始讲嘛，所以这个时阵就要顺着伊的话讲，莫去甲应喙应舌。安了，这2步就好势啊。了后有一摆，我伫咧便利超商咧上班的时阵，一个阿伯行入来。伊就咧饲迄鸡蛋啊，伊饲拢饲袂好，伊愈饲愈气，然后伊就怎着搞，伊就我过来讲，妹，你是咧创啥？是要让过来斗相共哦？我想讲，
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爱甲关心，所以我就行过去，我就讲，阿伯你有啥物问题啊？是毋是有小狗病啊？叫阿伯起笑开始学袂屁咯，讲妹妹你这点啊是咧创啥？了后我就想讲顺着伊的话讲嘛，我就对迄个机台讲，你这点啊是安怎做的？迄阿伯咧甲你讲的拢袂甲应，叫阿伯看我就讲，哦，就歹拄着比我搁较小的。只要这两步，以后你的生命中就无拗客啊！我是单排的，多谢大家。哦，哎呦，这招你真正是用过这招就对啊。我唔敢安尼哦。唔敢安尼。唔敢啦，唔敢啦，伊家己想的一个故事啦。安尼有会当过关吗？三个评审拢认同你这个故事，是安怎讲？我感觉一个店员要做好生意，第一就要甲人家徛到阵。是。啊，比如讲，较早肉麸足贵的，肉酥嘛足贵的。啊，你唔通伊讲买外买10块，你唔通砍20块位内底砍出来。哦。你要先砍5块入去，啊慢慢啊砍入去。可以感觉讲伊10块已经足济啊。伊趁着啊。系啊，啊你若讲吼要加趁钱，你就砍20块入去。要位内底佫卡出来，讲免，剩咧偌济我买，啊你就要了解人客的个性，才有法度趁到钱。哦，学到。我感觉吼，伊的个性咧，有做过生意，安尼有差。这个囡仔来看起正百人吼，哇，迄人哦，3色人讲5首的啊，哦，而且这你咧拄着人拄讲人话，看到鬼讲鬼话。啥物人是鬼？无啦，我是鬼人。鬼人啦，鬼人。人看人学咯，鬼看鬼巴肚。是，我是鬼报大家好，喂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你佫有成长的这个空间吼。多谢老师。我感觉讲你是遮尔济选手当中头一个用目睭伫咧传达你的笑点的人，就是你拄则迄个邓白玲，对无？邓白玲。我想讲，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爱甲关心，所以我就行过去，我就讲。因为比赛时间敢若3分钟尔，所以讲你应该用任何的方式去传达你的笑点。你拄则伫咧遮尔短的时间以来，1秒钟以来，你用邓白玲的方式传达一个笑点，我感觉这是非常有天分的做法。然后就是过感嘛，就敢若讲一个朋友伫咧甲你分享、甲你开讲，要毋过你笑点拢是有设计过的，所以讲我感觉真有机会，所以讲互你过，加油！多谢老师。哦，袂歹呢。又搁过关啊，所以咱以后对敢若淘汰一个啦。系啊，伊即马就臭屁啊。哎，内底上。伊的表情敢若毋是安尼讲，伊的表情敢若真痛苦。为啥你啊？为啥物你会痛苦咧？改伤多本啊啦！哦，对啦吼，当表上好，伊拢无我改，伊拢无改着。啊，这本你嘛有斗相共？这本有啦。你改上济？啊，你已经过关啊，你搁要想要啥？你要爱啥？哦，多谢老师啦。所以总共有7组8个过关嘞。嘿啦。哦。伊即摆就烦恼，伊要改真济本。过来就无共改哈。我一个老师无听伊讲。我是感觉吼，派面，你是我看这组所有的人上稳的。而且你的 tempo 嘛是上好的，你的表演的，互我想要听落去，甚至想要用目睭看，所以我感觉有趣味，而且迄个 tempo 嘛，互我感觉足顺的，吼，听你会欢喜的迄种的。哦，看你的表演有享受到。嘿啦，甲你学乐哦。恭喜你过关啦！哎呀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恭喜哦！准备好后礼拜阮阁有比赛哦。好，会记得要来哦。我知。好，来，请坐好。多谢。一点啊拢袂使放松，因为后礼拜后一个阶段叫做麦克伫我的手内，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，大家继续加油！继续加油啊！多谢。后礼拜再相会。无意外啦，因为讲阿珍啊，伊是一个表演足强的人，但是因为伊的表演足强的，所以定讲想要用伊的表演去甲迄个表演硬甲过，所以讲伊的剧本方面就定无讲介沉重，就是基本的问题啊。